世界万行台，拢伫咱台湾新眼界。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平晴。讲到今仔日，江泽民就要来进行到最后的火化。江泽民过身，中国变乌白，直播堆着一批无实体，敢是避免被纸抗议再一批？目前已经传出失踪有2个，也有一个声明未自杀盗媒体。人权在中国是虾米货？今仔日重要来宾来讲详细。首先，咱来紹介今仔日來舞談的來賓，頭一位是咱中央研究院法律研究所的研究員廖福杰，廖教授。主持人好，各位觀眾大家好。那麼第二位呢是很特殊，難得的機會邀請他到了現場，人權活動家耿格，耿小姐。您好，主持人好，台灣的觀眾好。那麼第三位呢是咱政大台灣史研究所的教授李福忠，李教授。觀眾朋友，大家好。那麼今仔日呢，這個機會真難得哈，尤其耿格來到台灣哈。那麼耿小姐她的父親是著名的人權律師，在中國目前呢仍在獄中，事實上已經是下落不明，那麼失去了這個聯絡。但今天我們就要從江澤民的過世開始談起。實際上啊，江澤民這個中國的前國家主席過身了後，北京天安門來降半旗來致哀。會使講哦，在江澤民的過身的消息傳出來的時陣，就有人分析講是官方為了分散掉民眾示威抗議的焦點，講哦驚講這個白紙抗議會過來出來。啊，民眾啦過去真正在中國有發生，為着某一個領導者的過身來集會刷來抗議。那麼這個代誌，其實在過去呢，咱攏有這個過去的歷史的經驗。老師先來跟咱講看賣，過去這個民眾的集會，甲即馬，尤其就拄啊好這個白紙抗議的這個時間哦，時間點真敏感。老師安怎看這個代誌？我感覺即馬中國嘅執政者吼，就希望講賣講你有一乜理由，講會使足濟人嚟迄度到做伙吼。啊，即馬江澤民即個過身即個代誌，就是講一個理由嘛。你若講伊若無限制，民眾中國嘅民眾是真好用即個理由，講我要來悼念迄個江澤民嘛。所以我感覺中國會用這種方法，就是講我互你都無理由，然後真濟人來迄度做伙。因為對集權嘅政權來講，吼，伊就是上驚就講你有啥物理由真濟人鬥做伙。哦，真濟人鬥做伙，對伊來講就是一個壓力嘛。因為你真濟人鬥做伙，你就有一寡意見會表達出來。哦，所以我感覺講中國嘅政權係希望講吼，攏盡量賣就對啊啦。我利用各種嘅方法，讓互你賣，互你攏鬥做伙。吼，所以講咱能看到這個狀況，只要不管是即馬這個時陣，過去嘅法輪功，還是講過去所有嘅64天安門，我感覺攏是同款嘅思考。你若真濟民眾鬥做伙，都可能對抗我嘅政權。這個社會控制實在是真嚴重吼。是。但是呢，我要請教到李老師哈，李老師，咱過去這個經驗來顯示，但是這擺江澤民，尤其是江澤民，其實在習近平的這個眼內，對着江澤民的評價是真低哦，吼。而且第反倒來這擺，哇，真高調，講啊叫大家認真組織。黨員、甲幹部、甲民眾來收看收聽，而且吼，只要你當發聲的物件，愛默哀3分鐘啦。到底這個習近平你想啥物？這實在是有一寡奇怪啦吼，因為過去這10年吼，習近平伊主要的這個要中文你講反貪腐啦吼，要拍這個貪污吼。主要的對象就是江澤民了江派的人，哦，事實上還有另外一個重要的人物叫曾慶紅，哦，啊，結果在這個時間點，哦，佮全中國嗰啲封控，哦，啊，江澤民過身，啊，過身事實上和這個習近平一個，我想習近平是伊確實有去想過講要安怎處理這個狀況啦，吼。啊，因為拄啊好最近佫發生即個白紙革命，白紙革命事實上吼，習近平其實是有淡薄仔即個嚇驚到啦，
因为这个无偌久之前，澳洲的这个澳民的人客来北京嘛，啊，买线吼，线买这个澳民的这个因的迄个理事长吼，又对我公开讲，那像伫对话中间，习近平事实上表示讲，伊有了解到这个中国的人民吼，封控上久啊吼。有一寡迄个挫折感，叫做 protest， 抗议。OK， 伊事实上，习近平绝对了解讲，全中国四界拢有这个抗议的事件啦。所以你较注意去看这几日吼，这个中国官方的这个消息，事实上伊有想要甲迄个想要转弯一个，转弯一个，说放较冷咧吼，有这个现象啦。不过以我了解吼，习近平伊事实上伊就是，我认为伊不管是讲对即马全中国的即个控制吼，较放较冷的，也是讲对江泽民的即个伊丧礼吼，啊，甲办较青草咧，较好看咧，这事实上拢是一种对中国人民的一种要安讲啊，梳头啦。讲啊有啦，我中央有看到啦吼，啊恁就较这个莫遐生气啦，啊上好是拢转去啦。啊，我认为讲这是有抓迄个暗大的这个暗大的作用手路啦。是。啊，不过习近平讲实在话，我是无认为讲伊伫过来一两年内底，我是无认为讲伊会改变伊基本的这个政策是无可能改变。好，我给耿小姐大概翻译一下哈。其实两位老师都有类似的意见。第一个。这么样隆重的来纪念江泽民这个过去他评价很低，而且一直打贪腐对象的江派的人士，其实是对中国人民来讲是一种安抚，同时也希望他能够安静。但他其实最紧张的就是白纸革命。那么我们也知道你很关注这个活动哈，那么你怎么看待这个中国的白纸革命呢？我其实是觉得这一张白纸的出现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象征。不管我们的前辈做了多少的事情，其实在这张白纸出现之前，没有一个东西举起来，大家是明白我们要做什么。但是今天白纸就像一个 symbol， 它就像一个象征物，它就像一个象征物，它一举起来，每一个人都知道你要做什么，每一个人都知道你背后的意义是什么。所以这张白纸是非常有力量的。这张白纸就像一个那个 paper blade， 它是在割共产党的心，在割共产党的喉的。然后这张白纸让中国有血性的年轻人们可以站起来，然后去表达自己的抗争也好，自己的诉求也好。所以我觉得这张白纸的意义是非凡的。第一个就是它有一个象征的意义。对。事实上我们也在过去的几次的节目里面也访问到，比如说像盛雪女士，她也说这个是第一次啊，大家可以知道说原来你也是我们的同路，大家一起有抗议的人，大家可以因此而心中有了联系。对。那么第一个起码可以壮一壮底气。对。第二个大家可以从此以后有一个新的路子大家可以彼此之间有联系。那么这是对中国内部的人，甚至是在海外的留学生。待会我们可以来多一点时间来谈一谈海外的这个状况。但是我们现在先来关注的是，这个白纸抗议到目前为止已经有2名传媒大学的学生失踪了。另外还有在推特上面很有名的一位李老师的账号，他自己发布了不自杀声明。对。那么同时还告诉 CNN 说，万一我已经阵亡的时候，公布我的遗像。我们一起来看看他们遭遇了什么。手提一张 A4 白纸，夹伫胸坎看头前，南京传媒学院前头正前，一个穿黑色衫裤的查某囡仔点点徛咧，哀悼乌鲁木齐大火的死者。一个查甫人行过去，甲白纸摕走，查某囡仔的双手也是无叮当。中国最近逼白纸运动，抗议当局用防疫做理由控制自由，成做1989年六四事件以来上大规模的全国性抗议运动。当中国的防疫政策放任，即阵煞风声讲，南京传媒学院头一个举白纸的女学生李康蒙失联。另外，今年8月，北京街头出现乱造抗议防疫政策，乱造作者中央美术学院毕业生张东辉也风声刑事拘留。
若即届伫白纸运动出名，将做中国抗议活动消息发布管道的 Twitter 用户李老师，毋是李老师，才是雄雄伫 Twitter 发表无自杀声明。最近伊也接受其他媒体访问，讲到中国公安局有拜访伊的爸母，不离过伊也是坚持转发抗议活动的消息，因为伊烦恼若是伊点去，伊即个人就消失啦。嘛讲未来可能会申请政治庇护。记者综合报道。观众朋友，如果你拄仔才加入咱的节目哦，咱首先要甲大家来介绍，咱今仔日除了讲这个白纸运动所影响的代志以外，那么这中间你头仔看些影带，这影带内面啊讲到讲抗议者伊的厝内的人，伊的爸母时大，甚至是囝儿逝世，拢会受到威胁。这是中国目前的这个人权的状况。那么邀请到3位来宾当中呢，就是一位来过去。在中国真著名的这个人权律师哦，咱甲大家来介绍吼，伊就是叫做中国良心人权律师高地生。高地生律师呢是这个宪法呢是真冰清的这个善倾真严重的这个农村内面吼，驻抗啊驻窑。那么伊的这个出身哦，隶属着一对的这弱势团体啊，真维权。但上重要的一个吼，就是2004年的时阵，头一摆发表着这个致全国人大的公开信。从此以后啊，因为伊吼本来就是讲伊3分之一的案件，拢为这个善倾的人来拍拼、来维权、来维护免费来拍官司。结果在2006年的时阵被逮捕、被拘押，那么吊销着律师的这个执照，而且。讲是煽动颠覆国家的政权罪，但这一处呢，判刑3年，那么5年的这个缓刑啦。但是到了2011年，这个5年伫要期满的时阵，讲伊违反着这个缓刑的这个规定，根据着2006年的判决来立案3年。那这一摆。但实在是讲真假啦，在这个家内面啊，受到这个不人道的这个对待吼，所以呢，咱邀请到这个耿小姐吼来到咱厝里来讲伊家己父亲的这个代志吼，实在咱听了吼也是真不忍心，但是耿小姐嘛真勇敢吼，伊认为哦有这个必要来讲互大家来听，来认识到这个中共的这个政权的这个本质啊。接着我就要请耿小姐你来谈一谈哈，当时候那个时候你才7、8岁、10岁左右，对，你可以来告诉我们，当时候他们对于你们家里面是进行怎么样的一个监控呢？我记得我们就是那是一个非常普通的一天，然后我爸爸不在了，但是我是知道我爸爸那段时候他一直很多人来找他，看起来他有很多的 trouble。我妈妈带我去那个剪头发，然后忽然就有几十个人举着那种非常专业的大的相机，然后就在一个非常小的理发店里就开始给我们拍照，然后把我们送到了家，把我们拥着回了家了以后，我弟弟那个时候还是一个婴儿，大概2、3岁，我弟弟就在角落里面哭，然后大概有几百个警察。几百个警察，有几十个警察在我们楼下的停车位开始建房子，建临时的房子。我们楼下的停车位，在你们楼下的停车位建房子。对，然后他们的方向是，他们只要站起来是可以看到我们家的窗户的。然后有几十个警察去那里建房子，然后呢，有几十个警察占领了1楼、2楼、3楼、4楼的楼道口。然后呢，剩下的几十个警察去我们家搬东西，他们说要搜查。然后那个时候我其实完全不知道我们家发生了什么事情，我弟弟就在角落里面哭，他们就拦着我不让我和妈妈过去，你说用了200、300人来对付你们？对的，孤儿寡母。对的。然后从那天开始呢，我们就有了一个新的这个 routine， 我们家大概是有8个警察，就是长期的住在我们家屋之内。对。我们家是2室1厅的公寓，大概是有8个警察，24个小时的3班倒在我们家。通常来说，大概是5个男警察，3个女的国保，通常是这样。然后他们在我们家做的事情呢，就是他们第一要记录我们什么时候吃饭，
记录我什么时候洗澡，我们洗澡沐浴是不可以关门的，然后男警察就要在门口记录我洗澡的心情。我经常洗着洗着澡会尖叫嘛，会崩溃嘛，然后那些男警察就要说啊，几点几分这个耿格尖叫了。然后，因为我们是绝对不可以离开我们的家门的，我从那一天起就再也没有上过学，也没有上学，没有上学。然后，那我们的食物从哪里来，对不对？所以我妈妈每天都在哭，因为我的弟弟是没有牛奶的，然后他们会从外面带那些剩饭回来，因为他们每一餐都会去外面吃很多，就好像是政府给很多钱，具体的我不太清楚。他们会带很多的残羹剩饭回来给我们，但是那些残羹剩饭可能不至于营养到让我的妈妈可以有牛奶去给我的弟弟喝。那我们长期就是处在一个这样非常被动的情况下，对，然后这个就是其实我们当时的生活条件。那么刚刚也说到，其实您的父亲在狱中受到非常非常大的这个凌虐，而且这种待会我可以请教尤其是研究人权啊很专精的老师啊，这个廖老师来谈一谈啊，这个他们把这个所谓的强迫失踪给合法化哈，那么戕害人权的状况。但是我要先请耿小姐你来谈一谈，您的父亲具体的在告诉您他们在狱中所受到的什么样的待遇？其实我第一次读到我爸爸在监狱里面受到的这个遭遇，是在我们偷渡到泰国的时候，我爸爸那个时候写了一篇文章给我妈妈，叫做《黑夜黑头套黑帮绑架》，然后我妈妈说是我爸不让我读，然后我就自己拿出来偷偷的读，然后那个里面讲到很多的这个 torture， 我可能就不愿意再去叙述了。但是如果只是从我的眼光去看的话，我爸爸从监狱出来了以后，其实我们最后一次通话是在2017年，他有谈到他的整整3年都是被关在那种非常非常小的那种监狱，他是站不起来的，他只能够坐着。然后他们就是故意把他关在那种禁闭室，告诉他这个世界上只有你一个人。所以我爸爸从监狱里面出来的时候，他在禁闭室整整待了3年，没有人跟他说话。他的思维也没有那么的清晰，他的牙齿全部掉光。然后我爸爸是一个身体不是很好的人，从他进监狱到现在，他就再也没有看过医生和吃过药了。我爸爸在进监狱之前，他是 regularly 的在吃药的，所以我们其实现在非常担心他的身体状况。我甲观众朋友哈，小可做一个理解哈，他都耿小姐讲的哈，就是讲因老爸在这个3年之间哦，身躯甲心灵拢受到真大的这个伤害因为实在是太残忍嘛吼，所以伊无想要在这个节目当中搁再讲一摆。但是事实上看病啦、食药啦，这代志甚至讲出来了，有当时人会细心，无一定会当变做这个正常的人甲你应对，有当时精神失魂在这种状况底下这样过日子。对。那我要先请教廖老师廖老师，他在这个一所描述的讲200-300个人来对付因兜断要因兜看人细身躯门搁爱拍开安尼，这个比较起来，这种情况在世界敢有通发现到？其实我高律师其实阮在研究中国人权的状况内底长期以来拢是一个足重要的案件啦，因为伊大概去侵害足侪人权，我一个一个甲大家报告第一个讲，伊是律师，高律师伊去发表的意見，这是一般真正常的代志。毋过因为伊发表意見去用关，这就是言论自由的伤害嘛。第二，伊本身是律师。本来律师是要替迄个被告还是啥人来辩护的，毋过即摆律师家己要叫掠去关，这是一个工作权嘛，你一个足严重的侵害嘛，就讲律师本来就是讲我的责任就是要去辩护嘛，我一个无民主、无法治的国家，一个独裁国家，伊就变做讲，这一个律师变做讲，你也讲啥物代志，你也讲我替别人辩护，变做是颠覆国家的政权罪呢，这是真严重的代志嘛，
第三，咱拄下讲的，第一家内底，叫关于大家内底。你就算讲，因为我甲大家报告，高律师的案件，伊个是国际真关心的代志哦。啊，毋过你家内底，共款是遮尔凄惨的状况，你根本无药啊，无啥物件，去用虐待，去用迄落，甚至去用拍，这种状况是足严重的代志。吼，第四，伊本来其实已经是出来啊，已经出家，吼。啊，你即摆高律师即摆上严重的，你毋知影伊人咧倒，就拄仔咧主持人讲的，被强迫失踪。就是讲，因为国家家己即个人毋知带去倒去，完全毋知影伊的状况，所以讲，伊其实是足严重、足严重。一个案件会使去显现讲，中国即个政权对人权的迫害是看有偌严重的状况。我强调一下，而且即件案件是国际上关心的代志，其他案件可能足多，咱都毋知影的，啊，可能更较严重嘛，无一定，对吧？所以讲，迄是足严重的代志啊。啊，事实上吼。耿小姐在美国的国会、在联合国、在真济，甚至去到挪威的这个阿斯洛，也去拢做过演讲，去做过这个解说，讲因父亲伫中国受到什么，其实，这个共产党明明就知影讲，这个国际上真注目啊，是安怎会遮弄动吼？这我来比较一下讲，过去的这极权政府啊，咱拢知影讲真浓毒吼，但是实在是听耿小姐讲起来，咱实在是无法度想象讲旋转的变安尼。李老师，那讲啊，上简单的，咱台湾人较知影讲，哦，过去咧国民党哦，共酷刑啦，吼，甲你背增加啦，吼，甲你吊起来，甲你拍啦。但是实际上呐，观众朋友吼，你若会当去理解讲，高律师的这个纪录片内面，你就知影讲，伊在家内面受到什么这个酷刑啊？李老师咧会当甲咱做一个比较，互观众朋友小可理解这个浓度的这个程度。是，伫台湾的历史上吼，这个政府对人民用这个暴力吼，佮用这个咱咧英文咧讲的 torture 吼，刑求吼，来对付人民吼，上有名的吼，上有名的时代就是。1950年到1960年，这个白色恐怖，白色恐怖事实上一直去延续到这个至少到1970年代啦。不过，伫我研究内底，我认为1950年代吼，可能是白色恐怖迄种对人的身躯吼，身躯甲你虐待吼，大概是上但台湾吼，我只要讲台湾哦，但台湾是上登峰造极的这个时代啦。啊，当然啦，国民党是为中国大陆带。甲这，你知影嘛？你要甲一个人苦动吼，你嘛爱知影讲迄know how，你知？你知影安怎做？国民党当然是为中国炸过来啊！中国国民党甲中国共产党有啥物差别呢？中国共产党伫1949年建国了吼，因个经过一个叫做文革的时代，哦，文化大革命的时代。文革的时代，事实上已经是拢无法律了。哦，迄个时代是我只要认为你是反革命。我只要认为你是反党，群众大会，群众大会是一种形式，一款啊，敢若一款尔。哦，事实上伫咱你讲拄仔讲这个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因毛泽东是呼吁一款人，一寡囡仔人出来做这种红卫兵、红卫兵是免伊无咧管什法律的，红卫兵只要认为讲你是这个反革命。你是阶级的敌人，直接逮捕啊，免经过警察，免经过法院的，直接逮捕啊，直接甲你用刑。所以我认为讲中国的状况吼，因为1949年了，因有经过足上无半世纪的，连讲人家真足啊，半世纪的阶级斗争啦，所以因对这个人的身躯的这种虐待甲苦毒哦，是更较登峰造极啦。哦，这是我的，以我所了解的，以我所研究的，得到的这个，我提到的这个结论了。是，那么我也要说给这个耿小姐听啊，刚刚两位老师所谈到的，就是说，其实，在全世界其他的政权里头，荣获过去也有类似的东西，但是没有这么极致的哈。那么当然，我们不是一直要强调这种负面的情绪，但我们也希望您能够来谈一谈。当时候我们知道，其实您的父亲高志胜，他当时候是因为涉入了替法轮功的受害者来，就是因为是法轮功的练功者，
而受刑，然后去帮他们辩护，而涉入了这样所谓的密谋颠覆。你可以说说看，当时候你父亲在律师事务所替这些人这个辩护的这个过程，你所见的当时候的情景。其实我的父亲，其实大家应该可能都有所了解，他是一个基督徒。然后我的父亲因为自己身为一个很穷的人家，所以他从小的梦想就是想要给更多人提供免费的资源，免费的法律的帮助。其实，在法轮功之前，我的父亲是代理很多，比如说，像小古围的艺术村啊，艺术家们强拆啊。那你这些悲剧的最后，总是要有一个人 holding accountable， 那就是中国的政府。所以，其实我爸爸在之前就已经一直在打中国政府的软肋，一直到法轮功的事件发生。然后我记得，我们家是。那个时候刚搬到北京，是住在我爸的律师事务所里面，然后我们的对面就是一个天桥，我经常看到天桥上会有穿的破破烂烂的人举着牌子写着寻找高志胜，然后接下来的事情就是我就会爸爸你看有人来找你，我爸就会让我妈妈把他们请到家里来，然后让我们去买包子，然后就跟大家说先吃饱再说你们的冤屈。在我的记忆中，有的时候是1、2位，有的时候多的时候我们家满满的都是人，然后每一个人就是一边吃着包子，一边七嘴八舌的在讲他们的冤屈，在哭，在喊，在怎么样？那这些人里面是 mix 了各种各样的社会阶层，他们有法轮功，有受到基督教胁迫的，有受到各种各样房子被强拆掉的，带着孩子去医院，孩子回来残疾了、聋了，医院说跟我们没有关系的，所有的悲剧都只反向着一个作恶者，那就是中国共产党。对，我听过一个故事，那么就是您的父亲其实已经出狱，那么回到陕西的老家，对，那么但是陕西的老家有一个盲女，这个盲女呢，她其实受了迫害，对，那么你们老高家就是你们老家，老高家呢还是坚持要给她送饭，对，那于是您的父亲带了。我听到这个故事，我的眼泪就止不住。就是您的父亲带了2个馒头，然后一个像是苹果，在大雪里头要给他送到门口去，一屁股跌了个踉跄，跌倒了，他就在雪地里大哭起来。那么您的母亲问他为什么大哭，那么他说，他其实觉得如果这么弱势的人。都得要靠偶发的善良来帮助，那么中国还有什么样的希望呢？那么从这个活生生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得出，我想问，先请您来，也许您可以回答，就是说，中共的这个政权，它在方方面面都已经一定能够。做到这么样的风阻，不然，其实以律师这么前沿的角色，他其实应该能够某种程度来伸张正义。结果连这么前沿的角色都被主封了，他到底是什么样的体制呢？我觉得这一个体制，他想要做的事情就是，他其实不把人民当人，我觉得这是最严重的一个问题。就像您刚刚提到的那一个事件。其实，在2017年，我最后一次和我爸爸通话的时候，那个时候是下雪，然后我爸每一天都要翻山越岭的去给那个盲女送饭。那个盲女呢，她所谓受到的迫害，是因为她嫁给了一个残疾人，那残疾人的一家人对她非常的不好，动辄打骂。那因为她自己也是残疾人，所以她经常吃不到饭。我爸爸其实像我刚跟您提到的，他在监狱里面做了3年的软禁。他是不能走路的，他们3年都不让他走路，他每一天就是要想办法翻山越岭的去给那个盲女送饭。他说这是他的责任，这是他一定要做的事情。那就像您提到的，中国这样可怜的事情发生千万，都要靠偶然事件去做的话，如果政府不担待起来，政府不真的把人民去当人，政府不真的去做一些改变的话，政府做不了改变，政府。那人民要怎么生活呢？人民又怎么能够获得最基本的尊严呢？人民就像孤儿一样，没有人管，四处自己去找饭，这不是最悲哀的事情吗？好的叫做狼性，坏的就只能坐以待毙。对。那不然就看看二舅，
像这样的骗子，让大家自我麻痹。对，让大家麻痹一下，对，鼓励大家都成为二舅。接着我就要先请廖老师来谈一谈哈，就是讲，他到咱看到这俄罗斯哈，伊就真怨叹讲，中共那会安尼会沦落到安尼吼，基本的思维不得都无去，即个帮助人靠即个真偶然的、真一点点突然无就才碰点安尼来帮助人，即个社会完全都无即个善良的存在呢。即个体制，即共产党即体制，显然特别对人权即项代志安尼，接袂放松。我是感觉伊最主要是咧独裁思考嘛，吼，所以讲你任何这个社会，不管什么代志。那影响到共产党的政权存在，伊拢爱打压啦。吼，不管你是啥物身份，吼，你比如讲法轮功，你家己讲我是练功，我是一个宗教的，伊嘛感觉毋是安尼。因为啥物？因为你会结规球嘛，你会结真侪人。因为听讲法轮功有几亿的迄个信徒，吼，你讲你会结做伙，你就会对抗我嘛，吼。包括咱这高地形高律师，吼，以前咱去打压这律师来讲。你律师你去斗相共别人，其实本来这是一个法治的社会足正常的代志。毋过你安尼变做挑战我的政权嘛，而且讲你来讲变做更较侪律师来，吼，因为你咱看到，顶面是规棚在打压这个迄个律师的，规个连律师的规棚拢掠去。老师咧讲的就是709哈，7月9号维权团就是大逮捕吼。是，这超过200-300个人呢。对吧？所以讲你看伊的原则啦。我不管你啥物身份，你是律师，你是法轮功的，还是讲你是咧其他的代志的，吼，你即摆要摕白纸，吼，拢是共款。只要你要结规球，会影响到我的政权，伊就甲你打压。甚至这个打压的方式是会愈来愈严重，吼，较简单的甲你讲，我即摆甲你掠走，较无来甲你掠去关，甲你虐待，甲你安怎，互你可以失踪，啥物等等的。就讲伊是不管啥物我拢打压，而且啥物方法我拢甲你做出来，而且包括讲伊即摆。更较恐怖的是讲，伊有资本，伊有科技去监视所有的人。吼，我感觉所以讲，我更算笑啦。中国的政权吼，即摆叫3合1啦，也是讲迄3位一体啦。吼，伊独裁，有资本，有科技，甚至讲人嘛足多。吼，所以讲这夹起来种吼，变做讲是全世界上严重的独裁政权。即我感觉中国是咱全世界拢爱面对的。吼，我补充一下讲。俄罗斯这个案件吼，可能另外一个是国际的环境啦。可惜来讲，顶边国际无讲彻底了解中国这个状况。你看，看嘛，迄个时代，国际拢在期待讲中国你会经济系和平演变，经济发展以后，社会改革慢慢来改变。即摆感觉可能毋是啊。咱来看看这2年，国际上才发现讲原来中国你要叫伊改变，可能真困难。所以讲方法无共。就是要来面对中国这个集权，大家变做咱合作伙来面对中国这个集权的政权，大家来对抗伊，安尼才有可能颠倒是有可能和中国来做淡薄仔改变。做淡薄仔改变，我要请教的李老师哈，李老师是研究中共的政权吼专家吼，伊敢有可能通和平演变、良心发现，敢有这种可能性？会发生到爱什么前提呢？咱莫袂记咧1991年到1992年苏联的经验，苏联尾啊怎规个放散体去。北京中国共产党事实上足关心这件代志，因为这个苏联解体了，北京因开足侪时间，找足侪专家来研究苏联尾啊想要来解体，因上尾得到的一个，因当然是得到几个结论啦吼，上重要一个结论。咱党内唔通出一个戈巴契夫啦，咱党内若出一个叛徒，出一个心肝伤软，你若像赵紫阳安尼，这种人，这绝对会来互咱的党有一日就会甲苏联同款。所以，这个教训哦，中国共产党过去30年来，因一直拢记伫心内。所以事实上这是一点来讲，唔通拍破去，我唔通拍破对。苏联就是无注意讲，伫即个西方的挑战的即个过程中，无先甲伊内底内部先安尼规个团结起来。所以老师，你的意思，互我一个问题就衍生着吼，就是讲，
其实习近平对着这个打贪腐这件代志是，对着江泽民的人马也好吼是，詹庆红因遮的人，伊打压，甲党内先清去，啊，佮对外口这个，譬如讲709的这寡维权律师不稳，甲这个不稳定的这个因素，拢甲排除掉，是不是？还是这个思考？是，咱莫袂记咧一件代志，就是习近平吼，伊过去这10年对江泽民、对曾庆红因的这个打压吼，伊事实上是有伊的想法的，毋是讲啊，你是我的敌人，所以我就甲你打压，毋是遐简单，就是讲。对习近平来讲吼，我若无甲这个贪污啊、腐败啊，我甲你拍落去吼，我这个党是危险的。事实上，过去这2年吼，这2年，共产党来中国共产党来的内部吼，是事实上有足侪咧歌颂吼，破这个习近平的文章，其中上重要一点就是习近平救了咱这个党，哦，所以怕贪污啦吼，也是讲对这个。莫去袂记你苏联的经验，拢是抑个吼，唔通下即个资本主义，甲咱的党腐败去。这事实上拢是即个习近平过去这10年为江泽民、为苏联得到的经验。因事实上，习近平伊认为讲，咱这个党若是佮继续行江泽民、行胡锦涛。迄个时代路线，自由化，自由化，咱这个党，咱这个政权有一个一定放弃的啦。所以过去这10年，尤其最近这5年，吼，你看习近平所有的做法，事实上，伊就是要恢复去过去毛泽东的时代，哦，所有的做法来救因这个政权。我的看法是安尼。是，那么我大概给耿小姐大概做一个整理哈。刚刚2位老师其实谈的就是。他其实之所以不愿意放松，那么最重要的理由是怕中国共产党亡了，亡党亡国了。那么从你其实也在海外住了15年左右，那么我们过去其实也有看过异议分子流亡到海外，那么为什么你的父亲那么至今下落不明，而特殊这个案例，那么对你们来讲，你们一直都在奔走。我们看到非常多的，那么到目前为止，完全音讯全无。对，完全音讯全无。其实5年前，2017年，我那个时候已经年纪比较大了，我就问过我爸，我就说，其实我不断的要求他回到这个家庭里面来，我就问他，就是为什么你为什么要这样做？我爸就跟我说，他说他是一个普通的基督徒，他希望。他能够坚持到中国真的有民主自由，还有你可以那个随便有宗教自由的那一天，他想让中国人民知道，一个普通的基督徒可以去为你们承担是怎么样的苦痛。他想要告诉大家，他想要当一个行见者，他想要和我妈妈在中国未来去布道，去让更多的人就是有宗教信仰，然后心里面能够有底气、有依赖。我爸其实给我这个答案的时候，我眼泪一直往下流。你有没有跟父亲说过说，那你也想想我们？我当然有，我其实不断的有告诉他，我们在海外很辛苦的生活。然后我爸爸就会跟我说，他说你不要说了，对我来说这是一个两难的问题。我也爱中国人民，我也爱你们。如果我选择了你们，我就要放弃中国人；如果我选择了中国人，你们还愿意再等我几年吗？其实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我们会想要找您来谈一谈，最主要是我们看到白纸革命哈，我们刚刚也看到，他们的抗议者已经有许多的亲人也受到了威胁。对。那么您的父亲已经失踪5年，那你们也偷渡出来。那么您在大陆的，在中国其他的亲戚呢？他们现在的状况如何？我们是有。2个大家庭，我跟妈妈是来自于新疆，所以我们在新疆有一个大家庭。我们在新疆的家庭是不可以离开新疆的。那像我的表哥啊、表姐，他们是年轻人，想要离开新疆去其他的城市去找工作是不可以的，没有办法，没有办法，完全没有办法。那我爸爸的这一边的家庭呢，其实我们也是在这个疫情期间，其实我们的家庭也是受害者。我爸爸的姐姐的先生，就是我的姑姑、我的姑父。他其实患有很严重的疾病，那在疫情期间呢，他想要去看医生，但是因为疫情管控，政府
拒绝他去医院的请求。那又因为我们家的身份敏感，政府是一直收着我们家人的身份证的，因为怕他们没有身份证，不能有，那就没有什么健康码的问题、啊。没有健康码，就他们就是说不可以离开。所以我的姑父因为没有药吃，我的姑父在疫情期间就病死了。我的姑姑其实一直都在寻找我爸爸，她很脆弱，她唯一的依靠就是她的爱人。那我姑父去世了以后，我姑姑其实就是她自杀了。所以这样的事情其实在我的家庭里不断的发生着。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看到白纸运动，我心里面也给了我勇气，也给了我继续站起来的勇气，就是我们要知道我们是有敌人的，中国共产党这个专制的体制，这个不断的去迫害人民的、不把人民当人命的这样的一个体制，就是我们明确的敌人。如果今天这样的惨剧发生在我的家里，那谁会能保证这样的惨剧不会发生到千万个中国人的家里？我们刚刚其实跟2位老师也谈到，就是说过去有很多的，包括台湾在地的人，有些人都会希望中国共产党它是一个理性的政权，中国会和平演变。对您来说，您有抱这个希望吗？我其实并没有抱这个希望，其实只是看我的个人经历来说，如果我还在抱这样的希望，那我真的是非常单纯的一个人了。不管我们怎么样的去跟国内试图去沟通或者去抗争，其实他给你的答案都是非常简单的，就是我不听，我们要一意孤行。那这样的一个政权，它怎么可能会给任何人一个国泰民安，会给任何人一个安全、一个尊严呢？是。那么也有一方面的这个人在觉得白纸抗议或者白纸革命，其实它是没有组织性的，所以它不可能延续。那您觉得呢？这个不可能延续，它可能只是一个启蒙。那启蒙以后，因为刚刚廖老师也说，它的数字威权，对，它的科技的控制，对，就好像您的姑父，他根本就没有身份证，他就没办法出门。对。那么这样的情形，您抱的是乐观的态度还是悲观的想法呢？在白纸革命的后续，在白纸革命的后续，我觉得，尽量要抱有一个乐观的想法，但是不要太期待有一个乐观的结局，因为其实这样的事件、这样的抗议事件总是这样的发生。包括刚刚您也有提到，在这个疫情风控的这个方面，其实大家已经摸索出来中国的这个形式了。它就是你有诉求是吧？好，我先假装放松，然后我再镇压，我再把你给真灭。所以，能够给大家燃起一个星星之火，能给大家燃起一个希望是好事，但是后续其实也需要很精密的 plan， 或者是我觉得说的更虚一点，我觉得可能会需要老天、上帝。您的言谈让我们看护觉得，经历了这么多以后，您还是能够保持很平静，然后即使说到自己的苦痛，你怎么？因为我们也知道说，你当时候在中国还没有离开的时候，你要申请高中，有8间学校都拒绝了你，对，然后你其实一度也想要试图做自强，然后伤害自己的行为，到了美国其实状况也一度不是很好。你怎么走过来的？在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家庭里头。其实我在国内的时候，我上完初中就没有再上学了，然后我等待了1年，因为其实共产党也是用一样的方式，他不断的保证一定会让我上学的，所以我的爸爸妈妈也算是相信了。但是我其实等了整整1年，他们都没有让我上学，这个是我们离开中国的契机。那离开中国了以后，其实我一直有很严重的抑郁症，然后我其实很难过的时候，我会读我父亲的书，因为我不是一个坚强的人，大家可以把我看作一个青春期的女孩子，没有父亲，我有很多的疑问，我对这个世界有很多的未知，我有很多的想法，但是我不知道可以找谁聊一聊，所以我会读我父亲的书，我从我父亲的文字里面获得了很多的这个世界的看法和原谅，因为我会不断的去读他的书，然后体会他又为了什么呢？他的付出又为了什么呢？然后我就会觉得给了我很多的力量，我可以平静的去走下去。你们家光是
你的弟弟，还有您的母亲，其实3个人都有不同的位置。您的母亲我想她经历的这个创伤更大。那么您的弟弟他当时候2、3岁，他很可能没有什么样的太大的记忆。我比较好奇的是，如果您肯说的话，您的弟弟怎么看待您的父亲？然后也许他过去没有像你们这么样强烈的记忆呢？其实这个问题，我觉得您问的很有意思。我从来都没有跟我弟弟聊过，一直到今年大概3、4个月前，我们全家用那个子弹做了一幅高志胜的那个像，然后那是我们在那个有媒体的场合，然后记者想要过来采访我，然后我觉得我有点难过，我说不出什么东西，然后我弟弟就补上我了。那是我第一次听见他讲跟我爸爸有关的东西，他讲得很深刻。他说他是可以理解他的父亲为了更多人的幸福而选择让我们再继续等一等。然后我的弟弟还有谈到，他说即使是他知道等不来结果，但是他也愿意像爸爸一样，为了一个 greater good， 为了更好的一个结局去牺牲自己现在可以拥有的和爸爸相处的时间。其实这个我也是今年才听到我弟弟对我们的家，对我的爸爸是有这样的看法。他有一个 overcome 的过程吗？他有一个，您有观察到他有一个克服的过程吗？我在我弟弟身上从来都没有，我们从来都不敢跟我弟弟去提任何家里面的事情，很怕伤害到他，因为这些是非常痛的事情，即使是家人之间去分享，也不知道要从何讲起，所以我们从来都没有跟他聊过。对，那么我要请教廖老师哈。在中国，即摆目前这个情形尤其因父亲个律师已经失踪5年对着咱台湾来看，这个人权的这个境界目前慢慢已经在改善到了某一个程度啦。老师，你也感觉讲在台湾的人要安怎来看待这个中国共产党的这个情，除了头头老师已经讲了真济伊的威权，伊的控制，咱有法度甲杀一个，甲做一下改变创啥物代志嘛？是今日其实个足感慨啦。其实郭律师给我一个遐尔，大概你来讲会使讲1987年1990年进前，你不管在台湾还是中国，可能生活无啥济。因为台湾迄阵个是威权统治，即白色嘅恐怖，即状况。毋过你若讲1990年以后这30年几年来，你来看迄社会就是真大嘅改变啦。所以讲这一个社会，你有法度变做民主化，重视人权，对一个人嘅生活是真大影响嘅啦。所以讲咱无需要，我感觉嘛法律咧，我未经过讲高律师遮尔悲惨嘅一个过程啦。咱台湾的律师嘛无需要经过这样悲惨的过程啦，所以我感觉这个人权的实现对每一个社会拢是足重要的，但面对着这个中国即马的威权的统治，我是感觉台湾咱家己行过这个过去嘛是真悲惨的时代，所以讲咱即马应该要去重视、要关心中国这个人权的发展，真侪个理由嘛，讲人权是一个普世的价值嘛。第二，我讲实在。真现实的问题，中国若无发展较好，对咱永远拢是一个威胁。所以讲，你这中国的人权的发展，咱是感觉应该来，不管是基就讲咱人权的价值，还是讲对台湾的规个发展安全来讲，拢是爱去关心的。所以不管是高律师的案件，真侪讲足侪律师、人权律师的案件，真侪迄不管伤人权伤害案件，我会感觉咱尽量来虽然无一定讲有法度直接帮衬，毋过对咱来讲，我是感觉咱大家尽量来关心。尽量来帮助你讲，安怎中国安怎甲科技的去控制，机能慢慢嘛是有空啦。你看咱会知影讲，即马这白色的运动一寡消息，就是讲伊较安怎，伊嘛是无法度100%来封锁啦。所以讲，咱感觉虽然咱即马在台湾的支持，我是感觉对中国即马在人民在做人权的奋斗，因会了解，伊会知影，全世界对是因嘛会听到消息，所以讲咱即马继续来支持。希望有一天，来中国的这个人权会当改善，会是改善，民主会使至少慢慢在中国有法度实现。他昨耿小姐有讲到一项代志，讲爱认清敌人，
爱卫清界线哦，这我也请教到李教授哈，这个认清敌人，理解这个卫清这个界线，伫台湾到底有意义啊无？因为有的人感觉讲哦，两华一家亲啦，哦，两岸一家亲啦。哦，或者是讲啊，咱就好好甲伊讲吼，伊会理解，伊会大家要无共无相共，你有你的情形，我有我的情形。这老师，你甲咱做些评论哦，观众朋友。咱俗话咧讲，一款米饲百样人嘛。啊，台湾人原来是百种啦吼。毋过我知影讲台湾有一寡人是讲啊，中国好趁食嘛，哦，因过去这20-30年，因的经济发展嘛。啊，台湾人做侪去遐趁钱嘛，啊，这是一种台湾人啦。啊，另外一种台湾人是啊，伊会给我拍，哦，我若是无听伊的话，伊毋知当时就开始飞弹就拍过来啊。所以我就甲伊较即个要怎讲啊？我态度放较软咧，哦，我拜托伊，我哀求伊安尼，这是我想是另外一种人啦。毋过我感觉讲拄我耿小姐讲得真好啦，界线看清楚啦，你若台湾人即马阁有，事实上咱台湾人阁有选择呢。你若像香港人安尼，1997年，啊，你就一张纸就挂过去啊，中国就接收啊，接收了，你都爱看人要对安怎对待你呢？你是家己无选择的呢，伊要安怎对付你，啊，伊就凊彩伊对付你。我所知，你也甲即个刘晓波先生有见过面？是，我有采访过伊。你有采访过伊？是。刘晓波即个先生，伊后来伊经过即个安尼。加长久的这个阿三，是，你对伊的这个评论，讲实在话啦，我拄听耿小姐咧讲因爸爸吼，我感觉讲你伫中国，你若要站起来去甲共产党去讨物件，去甲共产党抗议，迄真正需要出大勇气，你爱牺牲足济，包括你厝里的人。我是因为以前做记者吼，啊，我都有一个机会伫北京啊，甲刘晓波见面啊，阮两个就食一个中昼，啊，了讲差不多2-3点钟，我问过刘晓波这个问题啦，就是讲啊，你袂惊吗？你讲伊啊，伊确实有这个要怎讲啊，挣扎过啦，吼，伊确实话讲啊，我若莫去甲这个政权对抗，我就乖乖啊去趁我的钱去过我的生活。人生嘛是会过，真好过。毋过伊感觉安尼做吼，伊对不起伊家己啦。我是感觉讲，像刘晓波、像耿小姐，伊拄仔咧讲因爸爸，我是感觉讲，这个人伫中国吼，真正是互人足敬佩。你也知影讲，你若要投入去，你若要讲家己牺牲家己去做这个工课吼，迄代价真正是。像我这个人我都唔敢，我直接讲我都唔敢。咱看这个纪录片里面吼，讲到因父亲吼，伫家里面，伫这个看守所啊，嗰啲新闻的时阵，妈妈，您的母亲告诉您的父亲说，你可不可以弄一点钱来给家里用？您父亲就知道了，其实你们根本就是被抄家，完全没有钱了。对于是就拜托共产党，能不能1个月给5000块给家里用？然后你父亲挣扎的愿意承认所有的罪行。对，那么这个就是我想问的，最后，在家人跟父亲、跟理想、跟公义、正义之间，我想你们已经做了最你们的抉择。但你再来一次，你愿意吗？或者是你愿意，你的父亲愿意吗？其实讲真的，这个问题我想过很多次。再来一次，我们还是愿意的。如果所有的 factors 都不变，如果中国还是这样，如果中国是需要有一个人站出来说一些话，如果中国确实是需要一些人、一个家庭站出来去承担一些什么的话，我觉得我们家是可以的。我们还是这个代价是很大的哦。我们看的这个纪录片里头，包括这些。包括刚刚李老师所谈到的，您的父亲在面对监控，尤其接受外国记者的采访的时候，或者是外国的这个NGO 的组织来跟他谈话，在餐厅里头，那么有人在监控拿着指向性的麦克风，要录音，您的父亲非常的镇静，他完全已经练就了不惊慌的这个状态。
对。你面对这样的情形，包括您父亲现在音讯渺茫，您自己的心里呢？其实我们家人非常的担心，因为我刚提到我父亲身体已经非常不好了，再加上疫情这5年，其实大家能够看，疫情这3年，其实大家能够看到，共产党对于中国的管控是更严格了的。我们非常担心他会利用这个，然后可能让我爸爸彻底消失掉，并且现在已经5年都没有过任何的回音，对，所以这是我们家最担心的一个事情。我们希望您父亲平安归来。谢谢，谢谢，谢谢李老师，谢谢李老师，谢谢。